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在礼拜开始之前，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您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保守眷顾我们，让我们得着真实的平安。主啊，此刻我们又聚集在你的圣殿，就是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领受你的恩典，再次透过敬拜来亲近你。求主与我们同在，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全心向你，全心仰望你。主啊，我们何等渴慕，在每一次亲近你的时候，你就亲自引导我们，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也恳求您与今天服侍的众同工同在，引导他们，透过他们的帮助，让我们真实的敬拜你。求主在每一个细节上面掌权，补满我们的不足，让我们尽心尽力的服侍，蒙你喜悦。我们也求主与我们的教会同在，保守眷顾教会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寻求你的心意，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做，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我们同时也将我们的国家台湾仰望在你手中，求你引导、保守、眷顾，让全民都得着平安。也恳求您兴起台湾的众教会，让我们齐心努力，将福音遍传在整个乡土当中，也让你的仁爱、和平以及平安临到台湾。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这里敬拜他。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起立，全心全意的大声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拍手。大声敬拜，大声敬拜，全心敬拜。现在就降临，愿我们的敬拜能够打开天窗。打开天窗。打
相陈列在你面前。一起来祷告，向神诉说我们是多么的渴慕亲近他，多么渴慕他的同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愿我的祷告
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我们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愿我们的敬拜打开天窗，使你的荣耀就在这里彰显。主啊，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同在，求你就做我们生命当中的主。耶稣，耶稣，你如此爱我，背负我的罪，使我洁净。耶稣，你如此爱我，为我流宝血，付上代价。当我看不见，你开启我眼睛；当我心不静，你与我亲近；当我快放弃，你赐我生命，因你变上我的一切。耶稣，你如此爱我，背负我的罪，使我洁净。耶稣，你如此爱我，为我流宝血，付上代价。当我看不见，你开启我眼睛；当我心不静，你与我亲近；当我快放弃，你赐我生命，因你变上我的意志。耶稣，你爱是长过高深；耶稣，你爱是没有止境。世上的一切有一天将过去，我只需要你，只需要你。耶稣，你爱是长过高深；耶稣，你爱是没有止境。世上的一切有一天将过去，我只需要你，只需要你。耶稣，你爱是长过高深。耶稣，你爱是长过高深；耶稣，你爱是没有止境。世上的一切有一天将过去，我只需要你，只需要你。耶稣，你爱是长过高深；耶稣，你爱是没有止境。世上的一切有一天将过去，我只需要你，只需要你。世上的一切，世上的一切有一天将过去，我只需要你，只需要你。主啊，感谢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愿你使我们长存起初的爱与信心，一生领受你所赐的爱与能力，成为合用的器皿。我们的祷告不完全，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
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于列王纪上17章第8节到24节。现代译本是在426页。第8节，于是上主对以利亚说：“你到西顿附近的撒利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住在那里的一位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到叙勒法去了。他到城门口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寡妇在捡柴，他就对她说：“请你给我一点水。”寡妇要去拿水的时候，以利亚喊着说：“请带一些饼给我。”第12节。寡妇说：“我对永生上主你的上帝发誓，我没有饼，只有罐里的一把面粉和瓶里的一点橄榄油。我到这里是捡柴，要回家去预备仅有一点食物给我们母女吃。于是那是我们最后的一顿饭。以后只有等着饿死。”以利亚对他说：“别担心，你去做饭吧。可是要先做一个饼拿来给我，然后用剩下的做饼给你跟你的儿子。因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一直到我上主降雨的那一天，罐里的面粉用不完，瓶里的油也用不尽。”寡妇就去照着以利亚吩咐的做了。他们大家都有足够的食物吃，并且吃了好些日子，正如上主借着以利亚所应许的。罐里的面粉没有用完，瓶里的油也没有用尽。第17节。过了一段时间，寡妇的儿子生病，越来越重，最后病死了。寡妇对以利亚说：“神的人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你到这里来是要使上帝记得我的罪，使我的儿子死吗？”19节，以利亚说：“把儿子交给我。”他从寡妇怀里将孩子抱过来，带到楼上他住的房间，放在床上。然后以利亚大声祷告：“上主我的上帝啊，你为什么降灾祸给这个寡妇呢？我借住在他家里，你却叫他的儿子死了。”以利亚3次伏在孩子的身上，祈求说：“上主我的上帝啊，求你使这孩子还魂吧。”上主垂听了以利亚的祷告，使孩子还魂，活了过来。23节，以利亚把孩子抱到楼下，交给他的母亲，对他说：“看哪，你的孩子活了。”24节，寡妇说：“现在我确实知道你是神的人，上帝借着你的话都是真实的。”愿上帝赐福听他话又去行的人。今天早上，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圣经人物54，以利亚第1讲。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知道圣经
当中这样说哈，他说：“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得到上帝的欢心。凡是到上帝面前来的人，都必须信上帝的存在，而且信他要报赏寻求他的人。”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将他全部的信心都寄托在这个永活的上帝身上，我相信他必不会失望。但是，我们知道信仰的旅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陷入困境当中，有许多不同的情境对我们的信心提出挑战。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所以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透过以利亚他的这个经验来分享信心之旅。希望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去经历信心之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同样得到上帝的恩典。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透过你的话语要来帮助我们。主啊，此刻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并且照这样去行，来因此而蒙福。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来看以利亚先知的这个故事。那它是发生在叫做以色列的这个北国哈。我们简单的来了解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哈。在所罗门王之后啊，他的儿子罗波安接续他做王，因为不当的措施不当的政策，使得以色列分裂成南北两国，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北国的第一任王叫做耶罗波安，他引导百姓去拜偶像，那去拜金牛，犯了拜偶像的罪。那因为他的影响，以后的国王跟百姓受到很不好的影响。当这个王位传到了亚哈王之后，拜偶像的情况更加的严重。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列王记的第16章，列王记上的16章30节，他写到亚哈所犯的罪比他以前的王更多更重。在亚哈执政的这个时代，是北国以色列一个属灵上很黑暗的时代。亚哈娶了一个王后，叫做耶洗别。耶洗别是西顿王的女儿，所以他跟亚哈结婚之后，他就把西顿人拜的这个神明，就是巴力跟亚瑟拉，把这些偶像带到以色列来。那亚哈他也不判断，他全盘接收，而且引导他的百姓去拜巴力跟亚瑟拉这些偶像。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属灵上非常非常黑暗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上帝就呼召先知以利亚出来服侍那个时代的人。那我们可以想象，以利亚他所面对的这个状况是多么的艰难，因为他要面对一个相当有权力的国王跟王后，而且他们又信属别的偶像，所以他需要有极大的能力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那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上的第17章，我们就会知道，当时天下发生了旱灾，天没有下雨，一段时间之后就产生了饥荒。紧接着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段经文。那牧师要透过我们所读到的这个故事来思考有关于信心的这件事情。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故事一开始，圣经这样说，他说，于是上主对以利亚说，你到西顿附近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上帝要以利亚去到撒勒法去，而且圣经当中说在西顿附近的撒勒法。那我们看地图的话，我们就知道
这个地图可能不是很大哈。我有一个红色的圈，那边就是撒勒法，它就是在西顿的附近哈。那刚才牧师有介绍过了，亚哈王的王后叫做耶喜别哈，或是叫做耶喜毕。这个王后，她就是西顿王的女儿，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地方撒勒法，这个西顿这个附近哈，它是敬拜巴力的一个中心，敬拜别的偶像的一个中心。那很特别的，上帝居然要他去撒勒法，去这个王后耶喜毕出生的地方，是敬拜巴力的一个中心，应该是当时最危险的一个地方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上帝要以利亚去这个地方哈，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好，根本是飞蛾扑火，这是对他第一个信心的挑战。接着我们看他说，上帝要他去撒勒法，然后并且告诉他说，我已经吩咐住在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那今天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出现了哈，圣经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哈，她是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人。如果我们根据圣经的描述哈，以利亚跟他见面的时候，在城门口，那时候他在捡柴，那以利亚就对他说：“请给我一点水喝。”然后又跟他要一块饼。结果他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就对他说：“哈，我对着永生的上帝，你的上帝哈，他说你的上帝发誓，我没有饼，我的罐里只有一把面粉，跟一点点橄榄油。那我在这边捡柴的目的是怎样？我要回去哈，为我跟我的儿子做最后一顿饭，啊，做最后一顿饭。吃完之后，我们就等着饿死了。所以我们发现哈，他真的是一个贫穷的人。他的贫穷展现在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他在经济上贫穷，他没有什么物质生活的供给的哈。他只有一把面粉，还有一点点的橄榄油，吃完就等着饿死了。所以在经济上他非常贫穷。那第二个，他在关系上很贫穷，他是一个寡妇。当时的寡妇就是无依无靠，如果孩子还没有成长之前，孩子没有办法供应他生活，寡妇是很可怜的啊。那他应该是也没有什么亲人可以依靠了。所以无依无靠，而且你要理解，在当时那种情况四处都闹饥荒，人人连自己保命都有困难了，哪有人会注意到这些孤儿寡妇的需要？所以他在关系上是很贫穷的。那第三个我们看到他最可怜的地方是他思想也很贫穷。一个人经济上贫穷，关系上贫穷，其实都没有要紧。他如果思想是积极的，是奋发的，还有一点希望。我们知道贫穷的人一定不能失智嘛，失智就完蛋了。结果他说什么？他说那是我们最后一顿饭了，吃完之后只有等着饿死。所以他在思想上也贫穷，他就说我没有希望，没有盼望了。结果我们看到上帝居然要先知以利亚去投靠这样一个人。你用理性上思考如果你要去投靠一个人，要一个人给你帮助，你会找这样的人吗？可是我们发现上帝就是这么奇妙，他要先知以利亚去投靠这样一个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养活的寡妇。那当然后来上帝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紧接着他们又遇到一个最大的挑战，对于信心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寡妇的儿子生病了，越来越重，最后病死了。你知道对于我们人来说死亡是什么？死亡是绝对的一个绝望嘛。病死了，
没有盼望了。这寡妇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就是这个孩子，希望他把他养大了之后，他可以工作赚钱来照顾他。结果现在没有了，所以寡妇就埋怨对以利亚说：“神的人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你到这里来是要使上帝记起我的罪，使我的儿子死吗？”那寡妇因为自己儿子的死亡，就开始埋怨先知。孩子的死亡让寡妇跟以利亚都遇到了信心的考验。请大家注意哦，以利亚因为孩子的死，他心里面难过，就把孩子抱起来，抱到阁楼上面去祷告。他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似乎也不能确定上帝会怎么做。他和寡妇都因为这个孩子的死亡而遇到了信心的考验。事实上，我们要知道，这一切去撒勒法去投靠寡妇，寡妇的儿子又死了，这一切都有上帝的安排。上帝为以利亚安排了一个信心之旅的功课，目的就是要操练以利亚的信心。那我们一起来看他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首先第一个我们发现以利亚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在逆境当中去学习顺服。因为顺服就让他体验到从无到有，上帝是一个全然供应的上帝。上帝要他去撒勒法，虽然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圣经当中好像以利亚很自然的就去了，就顺服了。上帝要他去投靠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寡妇。一般人用理性想是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发现以利亚就顺服了。而且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不单单是以利亚顺服，撒勒法的寡妇也是顺服的典范。我们要明白她的处境哦。我们要知道，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寡妇都是属于弱势的族群。如果没有成年的子女来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的弱势。特别是在一个战乱的时候，在一个严重的旱灾的时期，寡妇的命运就更糟糕了。因为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根本没有人有能力去照顾他们嘛。那现在这个寡妇奉命要供养先知，而这个可怜的女人只剩下一把面粉、一点点油，都快要饿死了。但是我们发现圣经里面这样说，寡妇就去照着以利亚吩咐的做了。结果他们体验到上帝是一个全然供应的神。正如上帝借着先知以利亚所许诺的，罐里的面粉没有用完，瓶里的油也没有用尽。那最让人家感到特别的是，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她并不是以色列人哦，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上帝居然使用她，感动她，而她做出了信心的回应，顺服并遵守了上帝的吩咐。就是因为这种无私的分享，她跟她身边的人去体验这个神迹更深。所以他们共同体验到，上帝是一个从无到有、全然供应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理解一点，就是信心是要跟顺服配合的，因为完全的顺服就是信心的表现。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但是牧师也要提醒大家，信心是相信上帝的应许，顺服是顺服上帝的话，不是自己凭空想象。有些人自己以为上帝就是这样认为，所以自己想象一套方式，那我们认为我们所做的是顺服上帝，这个其实不一定正确。我们要理解，就是说要操练顺服，先要操练研读上帝的话。我们要操练信心，先要仔细的去读上帝的话。
借着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我们才会有信心。我们是对上帝的话语有信心，所以我们看到最后寡妇她的结论是什么？她说：“上帝借着你说的话都是真实的。”所以她是相信上帝的话。所以这时候你们会知道牧师又要置入性行销，对不对？我们这个礼拜查经班又要开始了。查经班就是帮助大家去理解上帝的话，仔细的去研读上帝的话。所以牧师会跟大家一起来读上帝的话，特别是这个礼拜我们要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神迹奇事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正确的方式去看神迹奇事带给我们的目的？圣经里面所讲的神迹奇事到底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它有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这个礼拜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请大家注意，顺服是顺服上帝的话，不是顺服自己的想象。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而我们如果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语的话，我们就可以经验到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那第二个，我们看到在信心之旅当中，以利亚他学习到什么？他学习从绝望当中去仰望，然后他就体验到上帝是一个从死到生、掌管生命的主。以利亚去体验这个信心之旅的课程，我们现在看到结果都是好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理解他最大的经验是什么？是完完全全的绝望，是绝望。事实上，就是对自己能掌握的事情，他完全的绝望。他发现靠自己的能力一点办法也没有。全地发生了旱灾，没有粮食，靠自己的能力，他也没有办法变出粮食啊。要他去投靠的一个人，也是一个贫穷的寡妇，而寡妇的儿子死了。我刚才说过，死亡是我们最大的绝望。靠你的能力可以挽回死亡吗？一点机会也没有。但是我们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发现，在人完全绝望的时候，上帝却开始做工。以利亚即使绝望，他没有忘记他可以依靠上帝，所以他没有忘了要向全能的真神上帝祈求。所以我们看到他跟上帝祈求什么？他说：“上主，我的上帝，你为什么降灾给这个寡妇？我借宿在他的家里，你却让他的儿子死了。”所以他3次伏在这个孩子身上，祈求上帝让这个孩子还魂。他不了解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个孩子死亡，他完全没有能力改变，但是他只能全心依靠上帝。就在他这个祷告之后，上帝使孩子复活了。他对这个结果他兴奋不已，他把这个孩子抱去给跟寡妇说：“看，你的孩子复活了，你的儿子活了。”那这件事情无疑的是兼顾了寡妇的信心，同时也兼顾了以利亚的信心。寡妇的回答是以信心的表白做结束。他这样说：“他说，现在我确实知道你是神的人，上主借着你说的话都是真实的。”他现在已经体验到以色列的上帝，以利亚的上帝是一个能够维持生命、可以赐予生命的真神上帝。所以他们共同去体验到上帝是一个掌管生命之主。那最后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以利亚这个经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信心之旅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明白其实上帝要安排以利亚到撒勒法这个穷寡妇的家中一起去体验他这样的神迹其实是有目的的我们从撒勒法这个地名就可以知道撒勒法这个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冶炼的地方，就是一个化炼场，是一个冶炼的地方。那它可能是一个当时的人在冶炼
东西也练一些物质的地方那他同时也是先知以利亚也练他信心的一个地方。上帝要他去撒勒法，去增加他的信心。为什么要增加他的信心？因为他要面对亚哈王以及王后耶洗别这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他需要对上帝更大的信心。下一讲我们要讲什么？讲以利亚面对着巴力跟亚瑟拉的850位先知所打的一个胜战。所以他面对这么大的挑战，一个人面对这么大的挑战，他需要很大很大的信心。所以他必须要透过这个撒勒法的这个经验来增加他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体验到许多上帝的神迹奇事，但是我们要理解，神迹奇事不是信心的基础，这是牧师一再的跟大家提醒的。什么是信心的基础？信心的基础是对于耶稣基督的确信，对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确信，是对于神绝对的信靠，这是信心的基础。神迹奇事不是信心的基础如果你把神迹奇事当作信心的基础，一旦你没有经历神迹奇事，你就会这个信心就会垮掉。信心的基础是与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对于上帝的信靠。那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是增强，使这个基础更加的坚固。就是我们透过经历的神迹奇事让我们对上帝更有信心，让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带来生命极大的改变。那经历许多的神迹奇事，是为了装备我们去行更大的事。经历越多神迹奇事的人，就负有越大的责任，就是要为上帝做见证。也许这个时候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以利亚跟寡妇的体验，我真的可以这样体验吗？确实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渴望真的能够经历这样的神迹奇事，我们期待我们的病痛，我们的亲人的病痛都能够得医治，我们期待我们的事业都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大大的发展，我们期待我们的孩子都能够乖巧听话，都能够功成名就。但是有时候似乎生命的每一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的顺利，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事情？请记住牧师常常跟大家提起的一段话，在罗马书的第8章28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造的人。这段话其实是鼓励我们，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爱神，愿意全心去信靠上帝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带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大家都知道我的牧师娘在她的人生当中经历了2次的癌症的治疗。而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其实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作为一个牧者，我如何看这些事情？其实我有时候也会祷告说，希望我们都一切顺利，都平安无事。但是有时候生命当中就的确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在经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明白，神是透过这样生命当中的每一件经历，让我去体验到他的恩典，提升对上帝的信心。我常常分享，就是信心在你，就是当你看到生命当中的苦楚，或是你心爱的人受苦的时候，你完全无能为力的时候，但是你还是可以定睛去看到上帝在这个当中的带领跟恩典。
在每一次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跟孩子陪伴牧师娘，我知道她很辛苦，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却是充满了许多的平安。我们领受许多来自于教会兄姐的关心跟支持。我们也深信，我们全家经历过这样子之后，可以成为许许多多患病的人极大的帮助。圣经这样说，他说：“弟兄姐妹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应该认为是可庆幸的事，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考验，就会产生忍耐。你们要忍耐到底，才能达到十全十美，没有任何缺欠。”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也许会在我们人生当中替我们安排许许多多的信心之旅，是顺境也好，是逆境也好，在每一件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当中，只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用心去体会，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帮助我们操练更纯粹的信心。今天第一堂跟第三堂的礼拜，我们会唱一首圣诗，这首诗歌叫做《我不知明日会如何》，大家很多人都唱过。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明天将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这些事情也许我们很困难去明白，但是我们相信主掌管明天。只要你愿意将你的生命全然交托给他，在人生的信心之旅当中细细品味，我相信我们会获得极大的恩典。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不同的事物，在不同的事物当中，我们去体验到您所赏赐的恩典。求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单单看见你，单单需要你，单单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这时候把我们的眼睛闭上，牧师要特别为一些人来祷告。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人，你正面临的许许多多的试炼，有许多你所遭遇的事情，你真的不明白。但是我深信此刻神要与你同在，引领你走过这样的一个试炼跟挑战。
如果你需要别人为你祷告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的代祷团队会为你祷告。我们需要一些人出来服侍。你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前面这边有，那其他的人，我们在心中跟上帝说：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的爱是没有止境。你必帮助我，引领我前面的道路。感谢赞美神。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您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拯救者。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深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计划，而主的爱长阔高深，没有止境。我们愿意全心仰望他。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特别是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们，让他们领受上帝的恩典，超越过他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限制跟困苦。求主也保守眷顾我们每一个人，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是我们一起来奉献，奉献是为了回应上帝的爱，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的爱。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保守与带领。在这疫情当中，我们经历恐惧，经历死亡，经历生病，甚至于经济上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于也有很多都失业。但是我们仍然要献上感恩，感谢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都一切都依靠你得胜。我们也要谢谢你的赏识恩赐我们，让我们用欢喜的心来奉献在你的面前。我们用一些金钱来奉献在你面前，成为事工来使用。也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愿意奉献我们自己来为你所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起立。请坐。报告，请翻开周报第6页。本周特别事工，配合疫情，有教会有一些措施，请大家配合。那接下去是第2个全教会的培灵会。是在3月20号，本周六，早上9点40到12点半，是战胜世俗的挑战。地点是在10楼礼拜堂，讲师是胡忠明牧师，台南神学院的院长，费用是100块，包含讲义会还有便当。报名在本主日截止，请。如果需要报名的，请找那个石温会跟谢莹莹干事。第3，肢体关怀本会会友黄夫梅姐妹，以3月10号安息主怀，定于4月1号星期四早上10点，在第2殡仪馆景仰楼2楼至善一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嘱。另外还有在周报第9页，成长班延期1个礼拜，从3月26号开始到6月4号截止，请兄姐留意日期的更改。接下去是牧养代祷，欢迎来宾，请交给牧师。大家平安。牧师来介绍第一次跟我们一起敬拜的新朋友们。这边有第1位是吴美玲小姐，吴美玲小姐在这边欢迎。第2位是陈义琴小姐，第3位是施惠子小姐，在后面。第4位是詹其哲先生，我有看到那个富强教会的王俊仁执事夫妇，他们都有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欢迎他。
好，那其他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啊，欢迎这些贵宾哈，待会可以到我们的贵宾室去，让我们做进一步的接待跟介绍。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哈。那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福祉与相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